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蘇菲的港人日常主持人 Sophie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香港でなる日常 Sophie です。今集介紹咧，將於5月8號喺日本正式上映嘅《破地獄 The Last Dance》，日文 title 係《旅立ちのラストダンス》。喺香港正式上映咧，就係2024年嘅11月14號。本身個 trailer 都有寫11月14號那日見咁樣嘅，但係咧10月19號嘅 pre-event 嗰陣時公佈咗，提前11月9號會正式上畫嘅。呢個 pre-event 嘅內容啦，或者將 original 嘅版本喺香港上畫嗰陣時嘅感想嗰啲咧，我就喺 notes 嗰度寫咗喺度嘅，大家不妨睇睇啊。提前開畫咧，一定有各種原因嘅。但係其中一個肯定係成個香港嘅觀眾好期待文哥、許冠文同埋芝華神、黃子華嘅合作啦。呢個 pre-event 文哥就冇到，但係芝華神嘅吸引力好大，場面真係好墟冚嘅。期待嘅唔單止觀眾喎，戲院都係好期待多啲觀眾入嚟睇戲嘅。所以咧，戲院個宣傳裝飾咧係好靚，好有心機落去噶。呢部戲咧，首先當係 Japan Premiere 喺東京電影節上咗嘅。當時個宣傳單張係咁樣嘅，係內容係我做嘅。個上畫個 timing 嚟講咧，就東京電影節上咗先，跟住先至係到我哋香港嘅。咁啊 story 咧係日本嘅 official site 嗰度寫喺度嘅，所以我就唔多講啦。跟住咧，我就略介紹翻啲演員先。首先咧，年紀比較大嘅人應該都係好熟悉嘅許冠文 Michael Hui， 佢咧就憑住呢部戲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大獎嘅最佳男主角獲獎，跟住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被提名嘅。好多日本人嘅印象中係喜劇演員嘅許冠文，而家就做咗實力派嘅演帝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另外一位男主角芝華神黃子華啦。佢個角色名係魏道生，日本嘅 official site 或者日文嘅 article 嗰度咧就寫住拖神嘅，但係咧正確音係道生多嚟嘅。芝華神個英文名 Dayo 咧就寫 Dayo 喎，唔係 Tayo 喎。佢哋咧就一時用濁音，一時唔用濁音，我又唔知點解佢哋一時時溝埋嚟用嘅，係明明輕輕錯音都係用，我又好唔明嘅，所以咧我就喺度咧寫翻片假名嘅時候咧，我就盡量跟翻廣東話嘅正確音嚟寫噶啦。我本身對芝華神嘅認識係做棟篤笑嘅人咁樣嘅，但係我有一次接觸個 job 就係呢一部總極忍者嘅 DVD 喺日本出嘅時候呢，我就做咗日文字幕嘅翻譯嘅。當時先知道原來芝華神做埋演員嘅咁咯。芝華神呢喺呢部破地獄呢冇被提名到最佳男主角嘅，但係而家喺香港做緊嘅夜王呢，我相信一定會被提名最佳男主角嘅。呢部電影呢係今年2026年嘅賀歲片嚟嘅，所以咧真係好玩好搞笑。呢部電影我全力推介嘅，所以好希望咧日本有間發行公司買咗去，跟住喺日本上畫。好啦，翻轉頭講翻破地獄嘅演員啦。呢一位好重要嘅角色係郭文月、衛詩雅 Michelle Wei 飾演嘅。衛詩雅 Michelle 嘅喺呢部戲嘅演技真係好好嘅，所以咧佢憑住呢部戲攞到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啦。我就睇咗呢部2013年嘅哭喪女認識 Michelle 嘅，佢咧一直都唔錯嘅，但係冇一個突破點。但係咧憑住呢部破地獄終於攞到佢應得嘅獎啦。跟住個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咧，佢就憑住再見 UFO 攞到最佳女配角獎，真係實至名歸。翻43屆先，飾演郭文月嘅哥哥郭子彬嘅朱柏康就攞到最佳男配角嘅。佢本身個演技好好嘅，人人都讚佢演技嘅。佢咧憑住呢部戲終於第一次攞到最佳男配角獎，所以係好激動好
開心，而喺上台喊得好犀利嘅。其實呢，嗰兩兄妹嘅感情好好嘅。朱康喺台上攞到獎，台下呢就 Michelle 就喊。Michelle 喺台上攞到獎呢，就喺台下呢就朱康喊嘅。朱康呢，今年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又喊咯喎！再見 UFO 嘅主題曲《華夫1號》攞到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嘅時候呢，又爆喊。佢係好感性嘅人，而且戥人開心而喊嘅人，真係好人嘅啫。朱康嘅演技好呢，係好肯定嘅事，我都係喺 Volume 18嗰度介紹過噶啦。例如金都、再見 UFO、窄路微塵、但願人長久、逐水漂流、九龍城寨之圍城等等嘅，所以呢，憑住呢部《破地獄》攞到最佳男配角獎呢，係理所當然嘅。跟住呢，就 Rosa 維羅莎，佢本身個演技好好嘅，但係呢，喺呢部戲入邊個癲婆殷小姐嘅演繹呢，真係好出色。Rosa 演出啲作品呢，舊年喺日本上映嘅《年少日記》，全個世界都有電話。今年喺日本上映嘅《殺手 No.4》，喺日本未上映嘅《金童》等等。呢部《金童》呢，真係好好睇，同埋朱康都有演出嘅，所以我就會遲啲整條片介紹俾你哋噶啦。介紹埋呢兩位演員先。白只呢就演一個性格有問題嘅人，真係一流。又係喺我呢個頻道嘅 Volume 18介紹過踏血尋梅啦、梅艷芳啦、盜月者啦、臥底的佢隱生活啦、再見 UFO 啦。佢喺銀幕一出現呢，觀眾就笑噶咯，即係觀眾知道佢有料到嘅。Rachel 呢就表達內心感情嘅表情嘅方式真係好勁嘅。佢就係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憑住《白日之下》攞到最佳女配角嘅。喺呢一部《破地獄》呢，演蘇蘇被提名最佳女配角噶啦。故事好，劇本好，演員好，《破地獄》呢就成為港澳票房香港史上最高嘅華語電影啦。九龍城寨之圍城喺日本上映嘅時候呢，就日本翻紅話 No.1 hit 嘅。其實係九龍城寨之圍城 No.1 係總入場人數嘅啫，票房 No.1 就係破地獄嘅1億7千萬嘅。導演本身應承咗票房過咗1億呢，就會整個加長版嘅，點知票房真係過咗1億噶咯喎，咁佢就整咗加長版出嚟啦。喺 original 嘅版本俾 cut 咗嘅人物或者情節都加咗落去啦。聽講話今次喺日本上映嘅 version 都係加長版嚟噶咯喎。加長版喺大阪亞洲電影節上畫嗰陣時呢，日文 title 嗰度寫住話 Director's Cut 嘅，但係呢，導演同我講過嘅，講真係兩個版本都係我 cut 嘅，咁即係兩部都係 Director's Cut 噶咯喎，所以呢，應該就係叫做加長版或者 long version 咁先啱嘅咁樣咯。票房破咗紀錄嗰陣時呢，舉辦咗一個千人慶功宴嘅，當時呢，我就僥倖受到導演邀請參加咗呢一個千人慶功宴嘅。我開頭呢，就介紹咗我個 notes 嗰度呢，就寫咗一個 article， 就係介紹 original version 同埋 pre-event 嘅。另外一個 notes 嗰度呢，就係專寫加長版嘅，尤其是觀眾對對白嘅反應啦等等嘅。希望日本啲觀眾呢，睇完呢部戲之後，睇睇我呢個 article， 了解咗有啲乜嘢搞笑對白，或者有啲對白有咩意思呢，咁樣跟住再睇翻部戲啦。喺香港咁多人中意呢部戲嘅原因呢，單止係演員嘅。呢部戲個故事呢，將香港獨特嘅文化、香港人嘅生活心態、人同人之間嘅感情、人情關係描述得好好嘅，所以呢，感動到好多香港人嘅。好希望日本啲觀眾中意呢部戲，睇完又睇，入多幾次戲院支持呢部戲啦。好啦，今集差唔多啦。中意我呢條片嘅朋友，俾個 like 我，寫個 comment 俾我，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支持我啦，多謝。